喺聽日9月17日嘅谷草野賽第8場2班谷草1650米有一匹馬特別值得你留意，就係7號嘅遙遙領先。點解呢匹馬值得你留意呢？如果你去第8場實力馬嗰度睇，你會見到上仗嘅同程實力馬係第一匹，正正係呢匹嘅遙遙領先。咁即係話喺上仗嘅同程方係冇第二啲馬係得佢嘅啫。咁呢個對佢嚟講係一個優勢嚟噶。呢個第一，第二，佢上仗咬住個前邊走，沒斷識得過馬，喺一場快步速入邊，係咪？快步速入邊過馬嗱，佢係沒斷係識得加速嘅，同埋時間指數亦都係正嘅。唔單止咁，呢匹馬佢嘅頭段亦都係正，即係話呢匹馬具備前速。因為當你具備前速可以咬喺前邊走，你就算排檔排較外嘅，例如今次9檔，由於佢具備前速，呢度睇到，所以唔係太怕。點解呢？因為呢場賽事係有步速嘅，係咪？喺佢嘅內檔有2匹放頭馬，電信巴打同埋澳遊冇事。但無論如何，呢匹馬由於具備前速，因此佢可以咬喺中前嘅位置跑。因為可以透過佢個頭段睇得到。第二，如果呢匹馬望空咁點咧？因為始終係外檔啊嘛，係咪？咁如果佢望空，其實佢唔怕嘅。點樣睇得出？嗱，佢喺前仗喺田草1600米，即係田草嘅1哩賽啦。嗱，佢係放頭跑，輸3/4個身位嘅啫。佢放頭跑即係望空啦，而且佢個末段亦都係識得加速，時間指數亦都係正嘅。如果你再睇佢大前仗，嗱，佢喺田草1800米，亦都係緊附，亦都係識得過馬入 Q。呢場個步速亦都係快嘅，睇唔睇到？好快嘅1800米，佢又係可以咬喺前面走，嗱，又係具備前速嘅。當然呢個係1800啦，但無論如何，佢嘅末段亦都係識得加速，時間指數亦都係非常之勁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去所有馬揀佢出嚟睇一睇，到底呢匹係乜嘢馬？咁你睇得好清楚，佢係一匹側身嘅馬，係咪？上句尾都係4歲嘅啫，佢個評分係一路上緊，仲未止㗎。因為點解？因為上仗佢都係緊附啫嘛，係咪？即係話佢現評分一定係未進。好啦，咁我哋睇呢3仗啦，即係上3仗佢跑嘅。嗱，佢跑咗3個路程，一個田草1800，一個田草1600，一個谷草1650米。點解要睇呢3個路程？因為佢呢3個路程都係緊附嘅啫，全部展現咗佢係一匹真正嘅實力馬。講嘅係喺呢3個路程，佢都係屬於2班田草1800、田草1600、谷草1650米嘅真正實力馬，係咪？因為佢輸嗰個位置係好少嘅啫，少過1個身位。好啦，咁即係話其實呢匹馬今次係可以有3個路程可以報嘅，因為呢3個路程佢都係緊附嘅啫。但係佢係揀谷草嘅1650，即係上仗緊附。其實嗰個原因唔難理解，因為田草嘅實力係好強嘅，而谷草嘅實力咧就冇咁強。咁我哋再睇佢輸嗰啲對手啊，呢個田草1800大前仗係緊附嘅短頭位嘅啫。佢負俾邊個咧？負俾加州動員，而加州動員樹將再速，正係跑谷草1650米再贏啦。佢贏嗰匹馬叫做和平波，和平波再出入 Q， 跟住樹將入 Q， 跟住再跑一次又係贏嘅。而佢上2次輸俾邊個咧？喺田草1600同埋谷草1650米都係輸俾呢匹馬叫做康樂高球。呢匹係乜嘢馬？呢匹係來港跑咗7次，有6個 win， 1個 Q， 即係跑7次贏6仗嘅。而且呢匹馬上4仗都全部都係贏嘅。咁即係話佢對佢對手全部都係好勁嘅。喺田草係咪？加州動員和平波，而康樂高球。而上次唔好彩，康樂高球亦都走落嚟谷草跑，亦都係贏佢啦。咁佢輸個對手係非常之強。今次就唔同啦，今次落翻嚟跑翻個
谷草150米就冇咗咁勁嘅對手啦。唔單止咁，佢仲係唯一嘅一匹嘅上將同情真正嘅實力馬，因此喺呢場嘅賽事，呢匹馬遙遙領先，佢個實力喺呢度其實可以話係突咗出嚟嘅。OK，因此呢一日第8場，二班谷草150米7號馬遙遙領先，特別值得你留意。當然呢匹馬值得你考慮攞嚟做馬膽。咁如果你係職業排位計算表嘅用者，當然配腳你係可以參考我哋入邊嘅提供嘅。OK，喺上一次賽事，我哋賽前話俾你聽，嗰兩匹膽都全部命中，而入邊嘅腳亦都係命中，而幫用者係輕易過關，單 T 過關。如果你仲未有職業排位計算表贏錢版嘅話，我就建議你依家嗱臨即刻擁有啦。擁有贏錢版非常容易，你只需要掃一掃呢度嘅二維碼，你就可以即刻擁有啦。記住，千祈唔好錯過嚟緊賽事，只需要用幾百蚊落注而可以贏過萬嘅機會。